大乡亲啊，继续来看云林县政府邀请到霹雳布袋戏到云林的布袋戏馆来展览，展出着叶小梯、乱世公道等等经典的角色，嘛规划着拍摄区，互戏迷会当近距离来互动。 布袋戏即摆伫咧云林布袋戏馆规划特展，有展览出真侪戏迷喜喜的人气角色，佮配合今年的云林国际红仔节，展出真侪高水版的红仔。这一次我们的特展的主题主要是关于霹雳传奇英雄展的部分。那整个展区有分几大部分，这一次霹雳布袋戏还有特别规划一区是属于可以让戏迷带戏友过来拍照的一个拍照区。这边的展览预计办到12月底，布袋戏馆讲后一档展览的。 配合1月初2的云林布袋戏节，邀请乡亲做一摆来遮看够开。目前的一些在这一档期，或是说是历年来的档期比较大家熟悉的角色之外，那也会看到说就是包含拍摄的花絮。邀请民众同齐来到布袋戏馆欣赏展览。官方嘛讲，拜1、拜2是休困日，团体参观会当带身预约。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